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囡仔咧算囡仔算，拢会先加刀石头纸，看象形书就象形做鬼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加读高阿加第一条加刀的加。大字字典解说讲，加就是剪切的意思，又是用两面刀用交切的方式甲物件剪断，像讲加头毛。另外，裁剪衫裤，古早讲是加衫，较早上车都爱加车票，有一个古早名词叫做加单。现代因为普遍用电子票证，就较少用这个词。另外，古早有一个较特殊的用法，就是买布料，讲是去布店加布。用来剪物件、切物件的技师，咱讲加刀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加刀，就是一款铁的技师，有两片刀面，中有钉仔来固定，开合来剪裁物件，来当剪裁布纸或者是锁啊。某人讲是这第二个词加剪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剪纸技术实在真厉害，老师傅用加刀剪出五花十色的图，敢若用加剪就会当千变万化，趣味阁好看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加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